早晨啦，今日咧就嚟到張掖嘅大佛寺，而家準備去買票。大佛寺門票買好，40蚊一張，長者有優惠20蚊。好啦，入去。呢啲咧就係西夏文字。呢間大佛寺呢，始建於西夏嘅，公元1098年。咁原名呢，就叫做迦葉如來寺。咁清朝嘅時候呢，就改咗叫做弘仁寺。咁點解佢而家叫做大佛寺呢？因為寺裏邊呢，供奉呢釋迦牟尼佛涅槃嘅佛像，咁所以就叫做大佛寺。哇！呢間佛寺真係好舊啦，前面呢間佛寺功德雖微。呢個大佛寺呢係屬於呢西夏嘅皇家寺院。前邊呢一座殿呢，全部都係木建築嚟嘅。哇！呢間大殿好犀利啊，進深9間。呢啲全部都係木嘅。殿內呢個釋迦牟尼佛涅槃像呢，係亞洲最大嘅木胎泥塑佛像。厲害啊！仲有牆上面啲壁畫。禮佛得福報，無需奉錢物。講得好，最緊要禮佛。They want to get promotion or help people to get clever. Yeah, that's one. So this 年代久遠，有啲佛像咧已經係爛咗啦，要等待適當時機再復修。西夏文嘅張掖大佛寺，呢個殿呢，本來係大佛寺嘅萬聖殿舊址，咁而家呢就做咗展覽廳啦。咁裏邊展覽好多文物嘅。無上正覺，乾隆24年。呢啲呢係用銅片製作嘅碑記，咁嚟做咩嘅呢？就係每一代人呢修葺寺院嘅時候呢，就會刻上佢哋嗰啲當時嘅住持名啊、捐資者嘅姓名啊，咁樣就然後就藏喺個臥佛個肚裏面。咁因為有呢啲咁嘅資料啦，咁所以
對於呢個研究歷史咧就好有幫助。呢個咧就係萬曆19年，呢個咧就萬曆29年，呢一個就康熙26年。咁所以對於呢個大佛寺嘅歷史咧係比較容易啲去了解，因為有呢啲碑記。雍正2年，臥佛嘅製作係咁樣嘅，整咗個框架，然後再塑泥。水陸畫，水陸畫咧就係古代寺廟舉辦水陸法會嘅時候，喺道場中供奉嘅一種宗教人物畫。咁個題材好豐富嘅，咁包括啲咩咧？佛啦、菩薩啦、天龍八部、地府嘅神子同埋護法諸天等。藏文袈裟，明代嘅袈裟上面有啲藏文。大佛寺裏邊嘅佛塔，嚟到大佛寺最後一個點，山西會館，全部都係木建築嚟嘅。入到嚟咧，全部都變咗條商業街啦。大牌坊，但係冇文字寫呢個山西會館係幾時有啲歷史，乜都冇寫嘅。呢個山西會館嘅中間咧有個戲台。呢啲同我哋以前參觀過嗰啲會館一啲格式都好相似。依家咧就離開張掖啦，咁咧就準備前往嘉峪關。咁我哋而家行緊嘅就係 G30連霍高速。連霍高速出咗名繁忙啦，最多就係呢啲現代駱駝隊。大貨車離開高速，嚟到嘉峪關。前面咧呢個就係 logo 啊，馬達飛燕 logo。旅遊標誌啊！嚟到嘉峪關城，天下第一紅關，買好票都幾貴。普通成年人就90，長者就45，咁咧就送咗4張嗰啲門票，就係長城第一墩同埋呢個完備長城。好啦，出發嚟到嘉峪關關城，幾好添啊！咁而家準備入去關城嗰度，第3節先入嚟咯，坐緊擺渡車，第3節先嚟。行過路過都冇嚟，今次就特登嚟。坐咗3分鐘擺渡車，咁啊嚟到呢個萬里長城嘉峪關，好行入去。入到嚟咧，個環境確係唔錯嘅。如果唔係太曬咧，喺度慢慢行都幾好。幾舒服，不過90蚊張門票啊，似乎貴咗啲。繼續向前行，呢條風景真係靚嘅。前面咧九眼泉湖，遠處有個雪山。全價票，優惠票請核對證件。
OK。而家正式開始行呢個天下紅關嘉峪關。呢個嘉峪關城呢，就建於明朝洪武年嘅，距離現在呢700幾年。咁啊已經重建啦，上面嗰啲咧係新嘅，下面呢啲咧係舊嘅。呢係明城牆啊，明長城。呢座城樓下面嗰個通道，哇！真係舊啊呢啲。呢度就係嘉峪關關城樓，天下第一紅關。旁邊呢條叫馬道，啲馬行嘅，主要用啲馬咧就係運輸糧草啊，嗰啲武器啊咁樣上去城樓上邊。天下第一紅關，哇！嘉峪關城外望，啲風景靚到啊！呢一度咧就係明長城遺址，呢度黃昏時分。嘉峪關城特別靚，好啦，行到過嚟呢度咧更清楚啦，睇到佢古長城，明代嘅古長城，經過幾百年嘅歲月洗禮，有啲都爛咗啦，一路延伸對好遠。參觀完呢個嘉峪關，其實就冇乜特別嘢嘅，90蚊我就覺得好貴，30-40蚊就差不多啦。係咁得3個城樓，其實冇嘢嘅，行一圈就係咁啦，太貴。